经变作是中度风台，拜五到礼拜是上晚近台湾的时阵，上紧明仔透早会发布海上警报，下半晡发布陆上警报。家己的警员甲陆军一个阿兵哥拢互人发现使用松氏分弹，行政院建议甲依托米脂提关做第二级的毒品来加强执法。汤市一个二小咧抓芳的时阵，虎头芳甲定着，结果送病医救无回来，专家提醒，秋冬的尾期芳上济，民众都爱特别注意。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1月13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受到东北季风甲极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昨是落大水雨，这苏澳真侪所在拢淹水，受灾的人数估计是有100多户。今年11月是头一届看到4粒风台共存，其中这天兔风台已经正做是中度的风台。气象署有计拜五到礼拜，就是上届挖进台湾的时阵，上紧。明仔透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明仔载下晡会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排水沟后头就太晚，和山坡内水无法度消，继续流到大路上。宜兰南澳伫北港附近，昨日因为大水雨加上土石流，造成严重的淹水灾害。所有信号路淹水管道也捌达到1公尺，居民透煤摒扫，加上厝内摒扫清气，也过真侪家具电器拢已经害了。赶快把东西搬上去，搬到2楼。我们有东西坏掉吗？有啦，冰箱、洗衣机、冷冻柜什么都有啊，还有那个橱柜什么，也都有一些损失。根据电工所统计，这摆大水雨，所有镇估计超过100户受灾，数量继续统计中。受到东北季风甲极境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大雨灌入宜兰，11月头一摆看到4台强雨。天兔风台早起8点增强为中台，预估最快也就是明天的清晨，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也不排除在经过东南方海面北上的过程，暴风圈有碰触到陆地的可能，所以不排除发布陆警哦。那所以如果发布的时间的话，也会比较偏向在明天的下半天哦。天兔风台未来路线无确定性也较大，气象署指出，风台挖进过程拜五主要影响华东甲恒春半岛。北南河区由南转北，影响北部宜兰花莲一带。台风很小，然后在没有公办效应的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风雨大概会很集中在东南部这个区域。那预计大概礼拜6的上午，它其实就已经开始要远离了哦，所以说风雨的状况其实就会开始减弱下来。气象署也提醒，随风台渐渐的瓦近，马仔各地景会渐渐增大。像瓦近风台中心的恒春半岛、南苏列岛、台东地区可能有3至6米左右的淹源，东北部海面可能有3米左右的淹源，马仔起风也会较增强。尤其上瓦近风台中心的华东、恒春半岛、南苏列岛可能会有9至12级的强风。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报道讲，咱台湾是打算要开4800亿的美金，甲美国买军事装备。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会针对需求来评估。也若这清单敢有包括着 F-35等等先进的武器咧？部长是表示讲，这特定的装备，部面来讲是未对外说明的。外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台湾有想要甲美国提出4800亿美金大规模军购的清单，包括 F-35、新盾驱逐舰、甲爱国者飞弹等等的先进武器，展现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国防部长郭立雄头一届回应讲，核武器有真侪管道，会根据建构无边防战略等等4大面向，向美国提出咱有需要的武器。着重在4个面向嘛，就不对称战力的建构，然后这个强化这个作战韧性。及提升这个后备战力，以及有效的应对灰色地带的应处，来跟这个美方来沟通。不过，这份军购的清单内底项目是袂少，包括400粒爱国者飞弹、新盾驱逐舰、鹰眼预警机，也有60架 F-35。气象这期有的部分伤过理想化，超过咱国防的预算。特定的武器装备等等的，我想我并不适宜，我们都不会在任何这个公开这个智慧这个国会之前，我们做任何公开的这个说明。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13审查国防预算，针对秘密会议强化保密的措施，
立委甲政府官员入场进前，都要检查才会当放行。嘛头一届派警察用机器扫描所有所在，确保无录音甲录影的设备，互会议会当安全进行。那再来还有我们总体的国防预算。越南明年的国防预算是6470亿，创下新高。未来敢会当达到 GDP 3%？国立香港无法度设定达成3%，不过确定会稳定成长。立委嘛关心讲，敢会变新的特别预算？如果你没有提出特别预算案的话，当然你把它归入到公务预算，当然会排挤到公务预算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排除有这个特别预算的这个可能性。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众议员瓦尔兹来做国安顾问，伊用过捌访问台湾，嘛主导军售的泰国小组。国立乡嘛特别感谢瓦尔兹斗3工，让台湾的军售会当量早交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接听到这民间所讲的丧尸毒花语，就是号做依托米脂。今年8月，才拄互人号来做这个第3级的毒品。即马呢，煞传出阿兵哥甲警察拢有在食。伫嘉义市，就有一个姓陈的警员，伊互人发现使用丧尸分弹。另外，陆军一个姓赵的阿兵哥，嘛互人查到炸50粒的丧尸分弹入去到营区内底。行政院士表示讲，会来建议甲依托米脂提关做第2级的毒品来加强执法。2名警员压酒车，一名食毒的查甫人，也是警察身份。嘉义市第1分局一名31岁姓陈警员，做警察11年，平常表现正常。最近刷反常，出现体重上瘦、精神不集中、面色跳啊。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在伊所在伊徛的所在办公室找到新型毒品依托米脂，又叫丧尸分弹。与毒品人口交往甚密。且短期之间体重巨减，初步的一个检验有依托米脂的毒品。警方表示，姓陈查甫人工作关系接触毒品人口，才会毒接条的。警方将伊以涉嫌诈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定罪，向犯医生禁见核准。另外，也有军人涉毒，同款也是丧尸分弹。陆军步兵第109旅姓赵叶男，车站收假轰炸轰炸50粒的丧尸分弹伫营区，亲像有几啊名叶男涉案。军警扩大侦办，军方表示会强化安检，发地宣告。遭干部查获疑似携带烟弹，经调查后主动依法送办。全案现由新竹地检署侦办中。丧尸分弹产生真侪毒假案件，造成警方伤亡。今年8月，方公告做3级毒品，也毋过伤过泛滥，即马佫渗透军警，行政院建议佫升级做2级毒品。远警、军警人员身负国家治安跟国安的问题，一定要更洁身自爱。明天的毒品审议委员会当中，我们期待能够把依托米脂提升为2级毒品。最近警方这个扫毒，刑事局挖4个月来查获的依托米脂类分弹，就达到17540粒。即马中央美国机关协助了514个毒品审议委员会，将依托米脂毒品升级，加重刑罚，强化警员执法力度。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的龙潭有一个义消咧抓蜂的时阵，结果互虎头蜂甲叮着，送病院全救无回来。虽然讲伊苏当时是有穿防护的装备，不过有关是发生了意外。这专家是提醒讲，秋天的尾期就是蜂上介济的时阵，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看到救护车到位边仔义消赶紧下手，因为另外一个义消同事伫困时，互虎头蜂叮到。我有听到消息啦，说好像那个人好像被 over 掉了，怎么这么快就 over 掉了？之前你们有看过那个虎头蜂吗？没有。桃园市消防局第4大队龙潭义消分队13早起接到119抓蜂通报，到滨定区一间徛家进行虎头蜂收扳毒行动。尽管2个人穿擦装备齐全，无想到蜂群一直攻击。36岁姓范队员双手骨缝顶着伤昏倒，紧急送医不治死亡。主人被虎头蜂叮到啊，肿起来，他自己骑车去打针，他就叫那个消防队的派那个义消来，就在拆那个被他叮到，然后就口吐白沫啊。会怕吗？会啦，怎么不会怕？出人命呢。
另外一个技校讲，当时处理的虎头蜂收真大，专家提醒准正是秋尾，刚好是蜂群上侪时阵，抓蜂过程中装备一定要开始穿好，才法度降低作业的风险。如果你的袖口没有把它包紧，例如说没有说胶带把它包紧，还有你的鞋子没有把它绑紧，那有可能会从袖口、鞋缝啊，或者是这个领口的地方会钻进去，那这个就会造成蛮大的风险。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难过，我们会尽量的争取，就是保险上的理赔及争取抚恤。桃园农业局讲，抓蜂抓蛇业务2015年由消防局所属农业局办理，不过农业局是委托于消防室来执行任务。市长张先生也下令全力进行护卫甲协作善后，未来加强队员的安全维护甲专业的训练，希望危险的代志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诈骗有影是抓袂了，来看家己呢有民众看到面册咧招投资，结果加入赖的群组，煞互人骗5000万。今仔日这个受害者是亲身出面来解说规个过程，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相信这款投资的广告。他给你一个标的，你必须付他20%的手续费。就台风险诈骗集团骗人投资的手法，被害民众伫面册看到投资信息，因为好奇加入赖投资群组，群组内底每天分析股市、教人投资，甚至提供当冲标的，互民众实际赚到钱。互被害民众因为相信集团，互骗去5000万。库藏股让你获利100%，让你全部的钱投注以外，你甚至连你的房子。你所有的能够筹得到钱的，他都要你去筹出来，投注进去。国内诈骗案件真多，无正常名人的名开的投资社团更是一大堆。为着让民众了解诈骗集团手法，嘉义县警察局唔拿找来受害民众出面，嘛找来捌红亡命的歌手大基分享经验。不只有我而已，是还有很多这种明星、很多艺人。误信这些名人所说的话，然后真的进去投资。投资的诈欺案件数最多，然后他诈骗的金额也最高。刚刚我们这个被害人也现身的说法。那第二个就是网络购物的诈欺、假交友，也就是这个欺骗感情。警察将车手的车炸落来，假投资诈骗案件一直是嘉义县高发案件第1名。打今年1月到10月，警方主动的诈骗案件有162件，总金额超过8257万。侦破的诈骗集团有36件，抓到306人，并查扣不法所得大约722万。警方嘛，搁一摆提醒民众，唔通相信高报酬的投资手法，以免钱互骗了。记者嘉义报道。再来看台南的麻豆发生一桩像是居家服务员拐钱的事件。这个服务员是私下带伊所照顾的4大去不动产公司，用4大的厝去抵押来贷款300多万。一直到这间厝被互人发卖的时阵，共一间机构的人佮讲要用370万把这栋厝买倒转来，互人怀疑是连环的诈骗。专案已经交予检方来侦办。民意代表质询时提出，为伫台南麻豆一间透天厝相片，讲旧年大家一个记忆退坏，家己一人住的老人，互居家照护员骗带去不动产公司，加名下的厝抵押借钱。原则上他并没有这些需求，我们就不懂他为啥去借这个。根据了解，居服员先带这家己一人住的老人，用名下的厝甲不动产公司借300多万，一直到厝拍卖，带台北2个查某囝才知影。这时阵，共一个居服机构一个独队的后生佫出面讲，厝拍卖价小较低，伊会使用370万甲这间厝买落来。不过这间厝初估市价只少1000万，互民意代表怀疑是连环诈骗。到底这一笔钱的流向到哪里去？罗生门，因为女儿不知道，妈妈说没有，只有当初带他去借钱这个居服员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有放给他。侵害服务个案的权益情事发生，社会局会依长期照顾法来裁罚，最严重会废止照服员的证照以及机构设立许可，并针对照服员的个人最严重裁罚3万元，机构处以30万元的罚款。消费局讲，专案已经依上法办，居服员也因案停业。那调查属实的依法来严厉定处。当交机构是提醒实地鉴定的重要性，会使避免老大人假借有心人士诈骗财物的目标。没有实质的证明，所以他在法律上他还是一个自然人，他是有自己所有控制权，或他可以决定自己所有一切，包含财产的部分，造成说后面的风险产生。随着台湾高龄人口一直增加，家家户户差不多拢要面对老大人照顾议题。机构坦白讲，居服员的减算依据是多数机构面临的难题之一。
民意代表呼吁社会局更加积极监督相关的机构，以免再再有不肖居服员趁机会来诈骗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观音环保科学园区今仔日早起传出气体漏泄的意外，这业者虽然讲有及时的应变，也毋过煞无照规定来通报主管机关，上当时罚到2000万。另外，即马现场这状况已经受到控制，环保局是来提醒敏感的族群，要是爱减少出门，若准有需要，千万要会记得挂喙暗。画面内底感觉色的气体是一直为工厂冲出来。伫桃园市观音区环科路秀林环境科技公司，早起差不多7点发生气体外泄的意外。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18个消防员、7台拍火车甲2台救护车去抢救，加在无人伤亡。现场的气体嘛无过一直冲出来啊！就忽然听到砰一声，就对，就有黄烟了，然后我们就撤出来，这样。味道就酸气的味道。发生气体漏泄事故的这间工厂是专门在处理化学垃圾水的。在处理硝酸垃圾水的时阵，无细字流出来，甲金属反应了后，产生有刺激性的气体。桃园市环保局甲环境部技术小组拢有去监测，监测的结果，工厂附近并无验到氢氟酸甲酸性的气体。稽查时，黄棕色气体外泄已经获得控制。那为该厂已违反空污法33条最重可开罚2000万的罚款，可能会造成喉头水肿或者是肺水肿的状况，那可能会有咳嗽或胸闷、胸痛的情形。遇到以上情形，就要赶快就医治疗。环保局表示，业者虽然有即时阻挡化学液体流出来，不过因为无按规定伫咧1点钟内通报主管机关，上当会当罚2000万。另外，现场的情形已经有控制落来，研判对附近的影响无大。不过，要是提醒敏感族群，厝内窗仔门都要关好条，尽量莫出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文化局去勘查准备要拆掉的和平新生天桥，嘛来讨论敢要提报做文化资产。现场的民众这意见是无相同，有人讲这天桥的文化是有伊历史的价值，应该就要甲保存落来。嘛有人认为讲这天桥又搁旧又搁后，上好是规则拆掉。台北市和平新生天桥拆除作业，引起民众有无同的意见。双方人马提出无同诉求的布条甲字纸，讲出家己的心声。因为拜三台北市文化局要进行第1届公开的现场勘查甲审查会期，要审查和平新生天桥是毋是会当提报做文化资产。反对拆除的民间团体嘛以文化价值、城市基地做理由，希望台北市政府会当甲这座天桥保留落来。而这座天桥，它除了我们原本在打的一个文化资产的记忆上面的在地这种文史风貌的记忆以外，它还有工程美学的部分。那所以让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应该要被保留下来，甚至有更多的讨论空间。不过支持拆除的当地居民表示，因拢已经住伫遮40冬啊，对文化保存的讲法并无认同。当地居民认为天桥是用心无悬，即马无人咧爬悬爬低啊，有天桥颠倒无方便，嘛无存在必要。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来这里拍的。一天能够有2个人过，我敢跟你保证，老人家不可能上天桥，知道吗？像我也没办法了。和平新生天桥是毋是要拆除？民众有无同的心声甲意见。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伫收到民众的文化资产申请书迄天，就随请台北市新工处停工，而且伫拜三进前就有心针对文资法邀请6位委员来进行审查。台北市文化局预估1礼拜过后会有会勘结果，若达到文资价值的共识，会赶紧摆入大会议程来审议。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云林岛南的运动场，唔知影什么原因，这跑道顶头道棍啊是满满是，唔若选手互惊到，这管理员嘛讲从来唔捌看过。也那这款的状况也同款发生伫高雄三民区的美道路。专家是表示讲，这道棍啊世界数大多数拢是甲天气有关系，目前要阁唔敢讲是地动的剪掉。哦，这火的呢？对。塑胶路啊，一个开开，内底规个拢是稻温啊。不过规大地拔起来了后，也是有真侪稻温啊，伫咧土骹摇摇软。规个跑道看到是热。哪个方向最多？那边哦。那边。有踩到觉得很恶心。会吗？有踩到蚯蚓吗？有，会影响你比赛？也是不会，这只是脚怪怪的。自控市县长杯秋季电竞赛，13伫咧云林县立岛南电竞场举行。不过透早一个入去，就看到规土骹的稻温啊。唔若选手去互惊到，就连管理人员就讲，
医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过即个情形。这边唔捌咯，你捌看过安尼啊，所以是几点就开始？我们他来就看到啊。哦，学生每个人都叽叽叫、哀哀叫，可是他们都很投入在比赛当中啊。第一次看到真的是起鸡皮疙瘩，真的是很恐怖。同款的情形嘛发生伫咧高雄三滨区美道路，规涂骹焦焦大温啊，民众是赶紧押女啊出来清清咧。拢规抓拢有。是哦。嘿。啊，你昨看敢量足济啊？足济有够济，遐片较济哦，我这边我无看到。就蛮多只的，可能因为昨天突然有下雨吧，然后高雄蛮久没下雨。看到遮济大温啊走出来，专家讲会影响大温的行为原因真济，包括湿度或者是土壤含水量相关等等拢有可能。有时候下大雨啊，雨水渗到地下去，然后就缺少氧气，这个时候它会跑出来。可能那个湿度高，因为台风要来，湿度会高嘛，那可能也有关系。专家嘛进一步说明，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在季节转换的时阵，现在会看到大温啊爬出来涂骹的情形。若遮济大温啊做一解爬出来，甲地动敢有直接的关联？目前也无法度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各队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中国广东的珠海，伫当地时间11月11日暗时，发生一桩无差别的攻击事件。有一个62岁嫌犯，伊是开小型的越野车去弄当咧运动的人，这来来回回是造成30个人死亡，43个人受伤。警方发现讲，中国最近这无差别的攻击事件，这嫌犯拢是无结婚、无生囝、无头路嘛无厝的人士。所以犯案的动机可能就是甲经济有关系。真侪轰弄着伤的受害者，听到倒伫路的边仔的记录人极个关心，并且正伫等待警方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中国南方城市珠海伫昨暗时发生62岁姓范的查甫人，开小型越野车向正伫体育馆外口运动的人来来回回弄人，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的惨剧。嫌犯犯案了后，随走离现场。警方伫掠人的过程中，发现这查甫人伫车顶一度自杀要猝死。虽然当场予压制条例，不过因为当伤分别，离不到接受侦讯。杨国平已经受到指示，会想尽办法解救回来，并且会接受上界严重的审判。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央已派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工作。广东省及珠海市正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案件侦办、社会面防控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警方初步查明，姓范的嫌犯是因为对离婚了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犯案。近年来，中国出现真侪针对学生这弱势族群的无差别犯罪，影响方式包含开车弄人、压倒杀人等。凶手大部分是无婚姻、无囡仔、无工作、无厝的四无人员，也是牵涉投资失败、心怀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加精神失常这50人员。中国当局讲会对四无人员全面清查，对源头有防管控。事发了后，体育馆周边侪路段实施管制，要直升机伫天顶来监控，路上就特警装甲车巡逻。由这社会案件发生伫珠海航展开幕前一天，所以也让当地民众心理上会感觉惊吓。有网络传出的截图显示，有信息指示中共党员伫网络开讲的族群正面引导，卖散发相关内容，以免引起惊吓。虽然案发了后，现场画面甲相关话题真紧就登上中国社群媒体平台联盟的搜查，不过相关讨论真紧就互替落。到12暗时9点，中国媒体报道差不多敢若从官方所提供的警情通报。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再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公布新一波的人事名单，以提名44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赫格塞斯来做国防部长。另外，企业家马斯克甲拉马斯瓦米是会去新设的政府效率部来做代志。也那中央情报局，这个 Trump 会提名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来做局长。得到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赫格塞斯，2014年进入福斯新闻进前，北京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失败。福斯新闻网长期支持川普，赫格塞斯也是川普的支持者。伊毕业伫普林斯顿甲哈佛大学，被派驻古巴、关塔那摩、伊拉克甲阿富汗，2摆得到同庆勋章。国防部是美国联邦政府内底上大的公务部门，年有算大约合代票27.5亿。组将300万的部队甲文职人员，过去大部分是由资深的将领，也是军事体系内底人选来出任。
另外，主将移民、国内安全事务甲特勤局的国土安全部首任达科塔州长诺姆出任。诺姆是川普的长期拥护者，伊都是川普考虑配合竞选的副手人选。Your money is being wasted, and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is going to fix that. 选前出钱高副选有功劳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一家企业家拉马斯瓦米主将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川普经由声明指出，会有2个人来简化政府官僚组织甲监管的体系，减少支出的浪费。这个部门的任务会伫2026年7月测试进程来完成。Above all, my fidelity and loyalty will always b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my actions as DNI will reflect that commitment. 伫川普顶一任期最后1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雷克里夫得到提名主将中情局。8担任德州众议员的雷克里夫是川普多年的忠实朋友，伊的反中立场真明显。伫担任情报总监就不明示，中国是2战以来对全球民主自由上大威胁。另外，2摆出马竞选总统的69岁前阿肯色州州长赫克比得到提名担任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一向是以色列坚定的捍卫者。伊捌主张巴勒斯坦人无存在，伊甲川普维持密切的朋友关系。赫克比的查某囝捌伫川普任内担任新闻秘书，就是阿肯色州的州长。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上新的稳型战机歼35A，即礼拜伫珠海航空展公开互大家看。因为伊的外形甲美国的 F-35是真相像，所以互外界甲口说讲是仿的。另外呢，这罗西亚是派上界先进的稳型战斗机苏凯57来参展，互人讲做是咧传达甲中国密切合作的意思。中国将系列战机以整齐队伍飞过天顶，放的彩色云雾华丽各壮观，现场的观众看甲神。头一摆出现的歼35A稳型战机更较吓吧。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歼35A 飞机出现在观众面前，并进行了通场飞行，精彩表现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尤其这个音浪，然后再配合这个画面一起的时候，非常难以言表，这种感觉很激动。中国规模上大的珠海航空展昨日开幕，上受注意的歼35A 新型战机，强调一机多用，会当进行空中打击，也会当执行对地对海多种突击任务。不过有人批评这款稳型战机外形甲美国的 F-35亲像，就像仿的。现场另外一个展出真侪种会当进行情报收集，也是军事攻击的无人机，和参观的民众印象真深。除了咱在军用这一块的，我顺便看了一下低空无人机这一块。很多这种产品的创新，包括这个应用场景，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中国一直增强的军事实力，和美国官员感觉烦恼。这摆航空展也有另外一个重点，是罗西亚上先进的苏凯57稳型战机也来参与。这是这款战机头一摆到海外参展，不料有向西方点出中陆军事紧密合作的意思。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2004年 APEC 会议伫秘鲁来举办，包括着美国总统拜登，也有咱台湾代表林信基，因要去大个饭店，即马已经有维安人员来进驻。也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是风声要带400位商界人士去访问，到打伊大个饭店，要是无公开。以控制苏秘鲁 APEC 定场，伫美国总统拜登要大个 JW 万豪酒店4周会已经停班乌头车。根据了解，秘鲁政府伫拜登到位了后，就会封街路，饭店正对太平洋海峡，也有秘鲁军舰，要带400个商界代表到秘鲁进行各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住在饭店，依然是真保密。是台湾的媒体哦，但不是一家媒体是吧？你是哪单位的？我们是中国代表团。哦，所以主席下他这吗？这不好意思，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我就是了。台湾媒体伫饭店外口翕的时阵，引起中国代表团人员关心，不少中国人也进出饭店，由中国国有品牌红旗车接送。维安警力进驻咱代表团饭店，佮出动车底检测镜确认出入的车无暗藏玻璃物。大地秘鲁大商表达希望就 APEC 和代表之间加强互动，增加经贸交流。贸易方面能跟秘鲁再多加增加，台湾的厂商啊，台湾的一些知名大公司在这里的能见度是很低的。如果有兴趣，这也是一块，我们不能说是处女地吧，
但是已经遗忘了很久的地方。经济发展还有双边的贸易额持续增长之外，代表处尤其我们政府对于秘鲁的社会这个援助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一个心力。我们的台商呢，在这边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投注的一个这个计划当中在进行。驻秘鲁代表丁友祖表示，台湾努力在秘鲁展现台湾 Can Help 精神和行动，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正面乐观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劳动部捌讲，这薪水伫3万1以下，就是低薪的族群。公务机关低薪受雇者联盟是认为讲，就算这薪水超过3万1，嘛是真歹生活的。所以因的诉求就是这薪水上无爱有4万块。那行政院是讲已经要求中央政府，和约聘的基层员工，明年开始这薪水上无爱调到31449块。起薪没4万，就是最低薪。在行政院大门头前举报电话为公务机关低薪受雇者联盟集合超过10个相关工会，呼吁政府要解决台湾低薪问题，不应该闹高各公务机关内的基层员工。我们公务机关的技工工友，40年我们的俸点没有调过。像我已经年资30年的哈，我的薪水啊根本就不到4万块，然后也没办法养家活口，晚上我都还要去兼差去打工哦。政府是不是两面手法？一边要求企业要加薪，我们公务部门的一个基层的劳工为什么不带头加薪呢？进前劳动部讲，劳工薪水比国内薪水中位的1/3较低，大约是31000块，就是薪水低的人。联盟认为讲，这阵的劳动环境，就算超过31000块，也歹生存。向政府提出诉求，希望再提悬公务机关受雇者起薪到4万，带头改善低薪的环境。我们公司成立17年来几乎都没有调薪，一直到111年，通过我们不断的抗争，甚至用罢工的手段，才勉勉强强调薪到3万多左右。请问他月入不到4万，他要怎么存钱？连国家基本的国营事业的员工和公务员都是这种低薪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进步吗？行政院长杜英台是回应，明年起已经要求中央政府的约聘雇者基层员工月给应该比法定工资1.1倍较悬，就是大约代表31449块。因来公务机关低薪受雇者联盟要伫12月举办自求买价活动，也送出邀请配合行政院长，希望基层的声音会互听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公听会，主要是要来讨论，敢要伫现有的育婴留停制度当中，来增加有薪水的请职假，佮有这请假的时间，敢会当有佮较大的春秋。现场是有专家认为讲，这请假的时间应该就爱较自由咧，互父母会当以点请假天数来请。妹妹高水向镜头来一个78，伊的爸爸妈妈嘛特别摆假，带来儿童新乐园佚佗。伫这种非假日的时间，会当带囡仔出门佚佗，父母毋是爱特别摆假，无就是爱家己开店做生意的，才会当自由带囡仔出门来佚佗。当然是希望可以去配合他啦，但是有些时候坦白说，你说公司上面能不能配合的就不一定。大家都双薪家庭，但我们如果自己开店，就真的比较可以安排自己的事情，也比较自由一点。对，那如果小孩临时真的生病了，也有后援。为着要争取父母有春秋的工时，通陪伴囡仔，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拜三举办公听会，讨论是毋是要伫现在育婴留停制度当中增加有薪水的春秋请职假。民间团体表示，现在育婴假是规定一届拢爱请30天以上，伫囡仔3岁进前上长会当请2年。民间团体希望政府修法，增加有薪水春秋的请职假，互父母通自由运用，会当以点钟天数来请假，而且会当使用甲囡仔8岁。唯一明确可以用来支持家长育儿的育婴假，却只能以月为单位，而且只能用到小孩满3岁。有家长就说，我的小儿子肠病毒，隔天传染给大的，2个孩子几乎停课半个月，我只能硬着头皮用完特休再请事假，浮现干脆辞职的念头。毋过，有律师认为育婴留停头家免付员工薪水，毋过若增加有薪水的春秋请职假，头家就要增加人事的成本，而且目前就有家庭假通用。留职停薪的重点是停薪呐，但这个跟现在有薪亲职假是不是也有点冲突？那如果我们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有薪弹性亲职假，那会不会社会上
可能也搞不清楚跟现在的家庭照护假有什么不一样。少子化一定是国家的危机，为着要提悬少年翁仔某生囝意愿，国家这几档有咧推动真济福利。现场嘛有专家建议，要修法进程应该爱先确认亲职假背后的理念，才当顾虑到员工头家的立场，推出一个大家拢满意的制度。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行政院2018年核定的双语政策，本地是要用英语来教其他的科目，结果煞造成大家真大的困扰。教育部长陈永尧是表示讲，即马各校会当就家己的教学规划来进行，无强迫一定得爱安尼做。也若这英文课用全英语来教，就是主要的目标。未来会来加强学生伫日常生活的应用。英语课用英语来上课是真正常，毋过其他的科目，亲像体育、甲家政等等的科目，也阁会考单字，安尼敢真正会当提升学生英语的能力，原地学习敢袂受到影响。如果再继续这个政策下去，经费继续下去，你会造成英语跟学科这个双贫乏的一个现象。专家中指出，2018年行政院核定双语政策了后，就一直出现真侪乱象，各界一直要求要彻底检讨。东海外文系讲座教授何万顺讲，10日有一寡立洋的学者，甲赖清德总统见面，赖总统当面证实会调整，未来敢若会以全英语来教英语课为目标。今天的政府之所以会转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民意已经转向，就台湾大部分的人已经不赞成这个政策，要调整这个政策，我们真的是给予肯定啊！我认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教育部长陈永尧讲，各间学校会当徛伫专业甲规划，学英语结合其他学科来做教学。教育部袂大真硬，一定都要安尼做。因为英语课爱用全英语来教是目标，并不是一个手就爱随达成。未来嘛会深化学生伫咧日常生活语言能力的应用。当然，现在可能很难一步到位，但是那个目标设定是，英文老师在上英文课一定要全英文授课。我们怎么样让国中小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一个情境里边去能够加强他们的说跟听的一个能力？我想这是非常肯定的。专家中指出，要深化日常生活语言能力的应用，教育部应该调整各领域双语补助的经费。甲补助放伫咧营造英语环境，甲教师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职棒球员大谷翔平伫今年的比赛来创造50轰50盗的纪录。即马这粒纪念球是卖到台票1亿4千万，当咧台北101以公益特典的方式来展出，希望透过观光的推展，会当互世界来看到台湾对野球的热情。梦想高飞。大谷翔平2024赛季创造50轰50盗的纪念球正式公开展出，嘛也是伫美国拍棒球的选手，即嘛是汉邦悍将总教练的陈金峰甲张育成拢同齐参与。张育成也私下形容大谷翔平创下纪录无法度理解，即嘛受邀近期的看球过后感觉。张育成照咧讲，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不是我。虽然我打过那颗球，但是他那颗球的价值跟我超乎了想象，所以我看到那颗球本人就觉得。希望我们以后台湾人，不管是哪个选手，都可以超越他这样子。台湾优势资本定义以大约1.4亿台票，标着大谷翔平50轰纪念球。这个金额加做史上上贵的纪念棒球。即马甲台北101合作，头一摆以公益特典的形式展出，希望推广台湾观光甲棒球文化，更加希望吸引大谷翔平球迷的国际观光客来观光。早起才开店到日本观光客特別安排来看這粒球，一直講真幸運。もしかしたらこのボールが台湾の方がお貸しくださって期間限定でね日本のこういろんな箇所回ってくれたらね私また見に行きたいですけどね。看他本人投球比这颗球震撼了，是真的很震撼。他可是我希望他明年健康，就是他健康是最重要的。除了50轰纪念球的展场特别设计做棒球场，102大楼总年期也使用技术雷射投影机投影成大粒棒球，放映大谷翔平的影片。台北102表示，这摆公益活动也有台湾重量级球星陈金峰甲王建民等人的签名球、棒球衫等收藏，同时也要为2024世界棒球12强开打的中华队加油。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家福中心希望无资送弱势家庭塞车啊，方便因会当逐个月来领物件。也毋过目前这状况是无介外理想，到达犹阁欠4成左右。那高雄的家福中心嘛发现讲，2017年到2022年，全台湾弱势家庭是加2.7%，毋过捐款却是愈来愈少。家福人员无用咧整理物资，堆伫塑胶袋啊，但是物资大歹细歹，对接受物资的弱势家庭来讲，其实是真恶寒。有一寡家庭提袂起，就要走过落纸，甚至放弃部分物资。因为我大概去领物件的时阵，拢摕一个购物袋，就是遮派一个，遐赶一个，就无方便的。因为阮搁住3楼。还搁要规个挂去楼顶。台北家福今年提供弱势家庭的物资，堆伫塞车内底，车搁通爬楼梯，方便弱势家庭免排甲规大地。但是家福中心发现，年底无资状况煞无啥理想，目前敢若有6成。阮总共是有1200户，这1200户，到目前也是讲以6成来看，阮可能要搁差400分，因可能要无了解讲是安怎爱送因这个推车。阮逐个月拢有固定的民众因的捐物资来，可是这过程当中，因欠的是欠迄较方便的，使安全啊，会使承重的物件。若北部物资拄着困难。高雄家福统计，2022年全台湾有12%的家庭需要支持，偏5当前是增加2.7%。虽然协助的家庭增加，但是受疫情甲通货膨胀影响，这几年发票小金额捐款的状况，所拢明显较差。尤其在今年，我们自己就会看到我们的小额捐款整个是掉了大概50%左右的这个比率，所以对一个社福机构来说，其实我们很焦虑。台北家福安算甲社会沟通，互民众了解弱势家庭唔但需要食品、日用品这寡物资，也需要亲像塞车这款工具，希望大家斗3工。也若高雄家福这个月24，也要伫高雄卫武营举办捐优惠。透过活动募款，希望民众发挥爱心，伫咧年底帮助弱势家庭，也通安心过好年。记者龚立玉、柯孝勇台北高雄报道。台南种木瓜的面积是全国第2名，也毋过今年因为这雨水真侪，所以产量减5成。那影响到出货这绩效嘛直直咧起，农民是估计这产量就要等到明年的2月到3月才会来恢复。农民透早咧顺木瓜行，要甲有黄高的木瓜挽落来，再去市场交货。行过来行过去，拢总敢若挽5人尔。农民讲3-4月一礼拜平均会使挽7000斤，等于80人，即阵是减10倍。农民无奈讲，今年风台雨水多，加上日头有时伤炎，致使木瓜丛甲袂凋花。凋花的时阵，你即摆就是伊会无花，会歹就是伊的土胶底拢伤淡，佮伤热。是因为受到前2个台风的影响，雨水过多，然后造成那个植株的腐烂，然后果实也有那个腐果的影响，所以现在的价钱就会比较偏高。这阵木瓜大欠货，绩效嘛对得起。农民指出，近来交货绩效一台斤平均60至65块，是比去年较悬小可。这年代嘛影响中盘，这业者目前只好干那先做人客还货订单。若卖过才袂讲，为了品质卖一杯木瓜牛奶，就要用1粒。业者卖砍价，这礼拜开始一杯70块。过去话讲拢错掉啊？为什么啊？袂生啊，挽无啊。话是讲调已经话较好的调理啊，袂黄啊。伊即站了已经断站啊。毋是干只断站了，即站去含迄个下头的冰冻的嘛断站啊，所以阮来吃玻璃的啊。已经涨到76了。对，我是这2天才涨的了，快撑不住啦。风台雨水若多，果子的产能加减的影响，种木瓜农民按怎要恢复产量，就要等到明年2月至3月才会豆豆平稳。记者伫厝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南港里这个所在，因为挖海，过去呢住伫遮的民众拢是靠饲蚵仔来食青。即马社区发展协会的上报，招老师甲要单调的蚵仔壳摕来做艺术创作，嘛透过活动，互里面对社区犹阁较有感情。透过时段大家合作，甲蚵仔壳豆豆粘伫社区的壁顶，一百蚵仔壳的大型艺术创作。就渐渐完成啊！有阿公阿嬷专工带孙来体验，哪做哪开讲，实在真趣味。来遮大家斗阵，
来为这图做这个代志吼，哪为哪开讲，嘿，感觉足趣味的。鹅壳摕来就是倒入阮的后壁坑底啊，然后下大雨的时候，刚好会把这个腥味都洗掉了。南港的风情、南港的历史故事，我们用画图来把咱的南港的故事画出来。在地基佬讲，南港社区因为挖海边，早期住伫遮的人，大部分拢是饲蚵仔专家，所以大家拢甲遮叫做蚵寮。迄阵阮庄的规庄拢嘛咧破蚵，啊咧遮也无啥田啊，无啥石头人做，大家拢去围海咧生活，拢炒蚵仔生活较侪啦，所以才人叫做蚵寮。社区发展协会指出，会用蚵仔壳来创作，除了希望让后代子孙知影当地过去的发展历史，也鼓励时代行出来外口参与社区活动。利用这蚵仔壳来做一寡装置艺术，吼，互咱后代子孙知影讲，以前阿公阿嬷在做啥，吼，这是啥物物件，吼，其实这物件吼，毋那是破开了会使食，吼，这蚵仔壳嘛是足好用的，足有利用的价值。平常时社区会安排趣味的课程，互时代斗阵来体验，透过大家的创作，也互社区是愈来愈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大学办第13届的艺术节，今年呢除了音乐会、工作坊，也阁有讲座以外，嘛邀请台湾甲意大利的艺术家做联合展览，希望透过交流，互民众感受到多元的艺术文化。镜，它会上面弄一些元素，让画面动起来。详细向来参观的民众紹介藝術家的作品，來自台灣甲意大利的藝術家，做伙用因的作品舉辦國際藝術展覽，無共文化背景的創作，希望讓參觀的人有多元的藝術體驗。東西方的對話哈，產生一些不同的一個比較跟互相學習。這個展覽哈，總是讓我們的眼光哈，能夠有多元的選擇跟吸收啦。展覽也是講音樂，甚至足儕種的這個藝術展覽，是一個多元化的這個藝術展覽，我感覺對在地是真有幫助。2024嘉義大學藝術節為頂個月10日開始，連續3個月的時間，除了展覽，也有音樂會、工作坊、講座等等計共19場的活動。另外，嘛有邀請嘉義地區其他的大學做伙下領域創作，希望透過藝術參與的方式，增加在地藝術的發展。因為這個活動，雖然知影講哦，原來嘉義有遮濟在地藝術家，上重要就是愛互佇嘉義讀大學的這個少年囡仔，知影講原來嘉義有這麼重要的在地藝術。這是一個跨校區的哈，我們不光只是我們學校，還串聯中正、吳鳳，然後做一個聯展。這個藝術節13日間佇嘉義大學民雄校區開幕，真濟來參加的在地藝術家或者是團體就表示，嘉義大學藝術節已經舉辦13屆，若是藝術展現的平台，嘛已經正做民雄地區一個正重要的文化活動。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文化消息，咱来看長篇小說《台灣漫遊錄》伫2020年出版，英文的版本嘛伫台灣時間11月13來上市。這個英文的版本是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也就是美國文學界上界大的榮耀之一。這嘛是台灣文學頭屆入圍，也那作者楊松祖伊嘛第20去美國的頒獎典禮。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台灣漫遊錄》，捌入圍2023年第6屆台灣歷史小說獎。第2023年由翻譯做日語出版，11月13翻譯做英語的版本也伫台灣上市。作者楊尚祖表示，作品內底濟台灣實物，是受到濟日本讀者的回響。我們有非常奇異的部分，就是他們完全不了解這食物，但共同點是我們對於這個食物的愛好或者是興趣，食物成為一個他們產生共鳴的東西，於是他們想來台灣看一看。作者表示，這本小說是以1930年代的台灣和日本統治做背景，描寫一個日本查某囡仔來到台灣，甲台灣做翻譯的查某囡仔做伙由北到南沿長管鐵路食各種台灣小食。以台灣辦桌菜有12項的概念分做12個章節，每一個章節的號名也會當看到台灣的小食，親像瓜子、冬瓜茶等等。台灣小說家平路也表示，小說內底除了展現台灣的小食，也用女性情感來比喻實名者甲非實名的人之間的關係。好的作品就是它能夠更加呈現，不只是台灣的現狀。
而且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就看到台湾是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台湾怎么样变成今天的台湾。台湾为什么会恐惧一些事情哦，包括强权？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世？台湾漫游录英译的版本，即届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台湾文学头届入围美国指标性的文学大奖。台湾小说家自由分讲，这是台湾文学互世界看到真重要的一步路，也展现台湾若是要行向世界，愈在地愈国际。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为着要了解这台湾过去的威权体制，不动产委员会是委托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来办系列的讲座，透过文史甲民间信仰来看政治的压迫对台湾社会影响，嘛互民众来思考安怎落实转型正义。为滨海大将军王芬的信仰开始讲起。1754年出世伫台中沙鹿的王芬，因为保卫乡里，佮参与林爽文兵变事件，伫地方留下英勇正义的形象，后来受百姓敬拜。东山会委托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办理转型正义的讲座，用民间信仰来看台湾发生的历史事件。嘛，毋是讲干那伫个清朝，也是日本时代有这信仰文化吼。咱伫个这个战后，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呢，比如讲伫个228事件的时阵，咱都有一寡牺牲者。这牺牲者呢，有的人伊有红祭祀，伊就变做是在地的这个神明。亲像伫婚林虎尾的三圣公庙拜的，都是3位228事件的受难者，阁有林在修前辈伫厝内设纪念馆，供奉所有伫228事件牺牲的台湾移民，这拢是历史事件演变，加做民间信仰的例。以这个不动动产这个角度吼，来设立这个宗教的议题吼，互阮种平常人更加亲近、更加了解。进前唔捌知影讲，咱台湾其实有真侪庙咧拜的神，拢是较早的历史的人物。基金会咧办这个活动的时阵，甲东山会有讨论过，咱就是希望讲会当为无共角度去看转型正义，互大家会当对转型正义有更较深的了解。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表示，过去嘛捌办过以台湾美术史、文学史为主题讲座，来讨论中国威权时期对社会影响，希望互民众了解转型正义除了讲政治，其实嘛含咱生活各方面拢有关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也那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